来看台北市第109学年度开始，凌晨全国第5间公立的高职开特教的专业技能班，伫内湖高高港开的微电脑修复课，会当实际来操作。高三一礼拜个安排去公司实习3天哦。学生囡仔是拢讲学到真济，老师嘛看到囡仔的成长。两三个人一组做伙锁电路板、接线、测试。来由高港的微电脑修复课3年的学生，按照标准作业流程，甲绿色环保荧幕倒好势。测试的话，我会觉得比较困难，是因为我们要在整个去检查一次，去 check 说是哪边的线有问题。学生会当动作这么紧，佮上手，其实是因为3年开始，每礼拜3天到业界实习的成果。把这些工作的部分给拆开，让他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他能够专注的部分去瞄准我们所需要的那些流程去做。微电脑修复课是内湖高港和台北市教育局为特教学生开的专业技能班。导师讲，前2年是以操作性的课程，找出学生会当学嘛有成就感的内容。全班13位学生，超过一半有摕到丙级的证照，加上到业界实习，3年来会当看到学生是进步真济。态度、表现，尤其其实我们班有几个自闭症的同学，其实他们是没有什么口语能力的，对，那他可能会写程式，然后会做一些电子相关的产品。那我觉得在过程中，他们也学习怎么和同学沟通互动。特教专业技能班虽然是以就业为主要的方向，不过导师讲，还是有一半学生想要继续读册。目前已经有2个学生录取课台，无论安怎，看到这个囡仔为打入学习的无自信，无啥想要学习，到即摆的转变，伊是感觉真安慰。记者台北报道。